我这里是劳工局，然后我一天大概接的纾困量大概是纾困电话的话，大概是20到30通。那通常问的问题就是最近有劳工的贷款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无一定雇主跟自己作业者的生活补贴的问题。喂，可能是纾困办公室，你好。那目前就是有分2块，一块是贷款部分，另一块是有投保在职业工会可以申请的生活补贴。我们这个纾困专线办公室呢，我们在5月27号的时候成立。那原本呢，我们总共呢，大概一天呢，大概是800多通左右的电话。那后来因为民众对于纾困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后来一天平均都大概在1200通到1500通。那当然在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到一天2200多通。市长呢就是体恤我们的市民一定会有很多关于纾困方面的一些问题要询问，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就设了20条线，然后来服务民众。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5月中旬起，新冠肺炎疫情升温，全国进入3级防疫警戒，商家、劳工都面临暂时停业、停工或收入减少的情形。台南市政府推出安心就业、安心上工等措施，更成立纾困办公室提供咨询。另外，经发局还推出 Line@ 纾困小帮手，提供即时服务，希望在疫情艰困的时候，尽可能协助市民朋友渡过难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为了防疫，大家一起在努力。那因为这个防疫措施或者是这个警戒的措施，其实就像要进去一个房间，要屏住呼吸一样。所以不管是工商业，或者是各行各业，一般或者是餐饮业，或是观旅业，基本上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所以必要的纾困措施是很重要。纾困我们特别为了这个次的纾困，成立了纾困专案办公室。那不仅有专线来从事这个纾困的服务，而且有这个相关的措施，我们还会主动出击。那去年的纾困措施，台南市办理的相当好。我们今年虽然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毕竟遇到3级防疫警戒了所以我们已经启动了纾困专案办公室，来为不管是劳工还是工商企业界的一个服务。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7月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这个月12号到底该当解除3级警戒，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市长吴韋面对记者的询问，表示台南除了遵照中央的规定，嘛针对小姐的特色甲打扮的文化有一套放宽的做法，重点就是伫防疫甲经济处理平衡点。距离12号3级警戒结束不到1礼拜，到时间当降级，或者是微解封，其实真侪县市首长并无看好。南台市虽然疫情相对稳定，不过市长吴韋特认为，也是爱顶真持续观察疫情的变化，用台湾俗语"惊惊死，放惊飞"来形容。第一个问题，对于县市解封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以谨慎为宜有一句话台语的一句话说"捏惊死，绑惊飞"捏得太紧怕捏死了那放得太松怕飞走。那有时候在防疫工作也是这样，太严很担心经济窒息，太松很担心疫情扩散。所以说我们在解封的部分，一方面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规范不会违背这个部分。
另外，有关疫苗驻村的部分，市长嘛表示，过去 AZ 有这款的状况，不过现在莫德纳有村较难，如果有村，也是互即提出附下资格的人优先。参像管区营造抢头香的方式实在不好。我们疫苗这部分，在 AZ 部分有残剂，在莫德纳残剂很困难。那但是呢，如果有残剂，我们会把合乎资格的、合乎施打资格的人优先纳入。大家可以看到，其他县市有一些县市采取预约制，大家抱怨不公平；采取直接登记制，大家也认为质疑有问题；采取用奔跑的、用抢头香的方式，又有人跌倒，也抱怨说这样子的状况不好。所以说，实际上要处理这一季的问题，总是不仅是州少生多，是万中选一的困难度在这边。所以说，我们还是以合乎施打资格的人，反正大家只要在排序里面都施打得到，疫苗现在已经是不缺，只要按部就班、平心静气都打得到。面对疫情一步一步稳定控制，不过市长加市府团队每一天3点又愿意直播方式向市民报告疫情加防疫相关政策。台南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因唔甘疫情冲击各行各业，甚至部分的民众生活拢出现困难，所以议员赵荣界甲北区里长联会会长董小云对7月5号开始1连3天发出1万份的爱心便当餐券，希望协助北区甲中西区的弱势渡过难关。市员谢良界甲北区里长联会会长童小云，自7月5日到7月7日。1连3天，伫北区海岸路发送爱心公益便当餐券，帮助北区甲中西区的弱势边缘户度过艰情困境。议员谢良界表示，伫这波疫情当中，更爱会记得莫忘世上苦人多。勿忘世上苦人多了哦，这次疫情真的带给大家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那事实上有很多人生活都不好过。我感觉讲政府有纾困呢，但是有真侪人无法度得到帮助。当然政府的资源有限啦，所以我看里长、联谊会会长甲童小云呢，来发起这个送1万粒的便当大家救急一下。我想僧多粥少无法度帮助到每一个人。这阮会阁继续努力。纾困虽然很多，但是却领不到的人也很多。而且现在公庙及爱心团体因为疫情的关系不敢群聚，所以也赠送物资的活动也都是暂停。所以在我们基层很多的乡亲需要很多的帮忙，但是很多人还是看不到政府在做什么。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基层从基层开始，让我们这些这次共同一起，还有我们谢龙界服务处，还有我们赤垦文教基金会，还有谢龙界知友会，还有各界爱心人士一起共同发起这个送1万个便当，也感谢我们这些共同一起发起的人士的爱心。谢良界另外表示，7月12号无一定会当解除封锁，伊会甲童小云会长继续募集善款，办理爱心便当纾困的活动。7月12号呢，不一定能解封了。那要是没有解封的话，这个苦日子恐怕还会再延续。所以政府也不敢保证能解封。那如果是微解封、半解封，那最后呢，还是一样。没有第2波纾困再下来的话，我想会更困难所以我们会再跟童里长呢，他会提出在第2波我们再来募集一些善款，那继续来再做再帮忙更多的人。我想有能力就大家尽量做嘛，人饥己饥，人力己力阮会当做呢，尽量做安尼啦。这次的爱心公益便当活动，除了是有谢议员甲董会长4家走总以外，另外也有社会上的善心人士以及志工朋友共同的加入，才会当让活动如此的顺利。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
因应酸亚大出，所以远东科技大学结合南化农会爱文研发出一系列酸亚面包加鸡卵糕，并且由校长担任一天的外送，亲自送予基密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一方面为了因的辛苦，同时嘛帮助农民行销。台南远东科技大学的校长王元仁下午发生一天快递的志工，派到外送的背包，亲自送来100份，由该校餐饮系师生共同研发制作的酸亚面包加鸡卵糕，给基密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一方面为了医护人员的辛苦，另外嘛帮助农民来行销酸亚。这次疫情期间，我们每天都在看到，从电视上看到很多医护人员都是站在最前线，来照顾我们这些所有的老百姓。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是相当的感动。那这一次是我们学校的餐饮管理系师生，他们主动的说要来配合目前台南正在盛产的芒果，做成芒果面包，来送给这些医护人员，来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我们对他们的辛劳跟感谢。首先，我还是要感谢我们远东科技大学，那我们校长以及我们所有的师生带给我们奇美医院的这些爱心，那代表奇美医院谢谢他们。那我想我们非常感动的是，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这些这些疫情对台湾也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我相信我们远东科大的这些师生们的爱心，其实是替我们医护人员是最好的这个支持。跟替我们打了一些强心针。那我相信我们远东科大也是我们奇美医院的好邻居。那他们的这些这些爱心，那我们都收到了。那我相信我们会更努力的照顾好我们民众的健康。校方表示，为了帮助农民的行销，所有的酸亚拢是由南化农会来赞助提供。虽然疫情期间有无用无用，医护人员上清楚。校方取无用的芒甲酸亚的芒的谐音。虽然外界认为医护人员对酸亚的芒甲往来的网甚至有禁忌，基密医学中心的副院长表示，为了帮助农民，因嘛是大量来采买。医院是不是很忌讳吃芒果跟凤梨？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普遍上有这样子的说法，因为忙跟这个太旺了哈。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病人都是平安健康，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在医院里面吃。但是我想这一波的疫情对我们台南市的凤梨跟芒果都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医院也响应了市政府的这些就是照顾农民的活动，所以我们医院也买了不少的这个凤梨。那请我们这些医院的同仁们来来一起来分享这个台南的这个我们的名产。那我想这一次校长带领的团队不只照顾了医护人员，那同时也照顾了我们台南的乡亲的这个在地的这个农产品。我相信这是一个义举。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三级警戒期间，因为弱势长辈防疫物资不足，所以独立社区特别将送餐的服务结合防疫宣导。和学生之间协助社区送便当时，嘛替长辈来量体温、送酒精加催暗，相当甘心。罗里社区办理送餐服务14天，照顾周边县公、罗里、四侧等3里的弱势长辈。不过，在这次的送餐服务队伍当中，会当看到4位少年学生加入，除了是送上餐点以外，也特别为长辈量体温、喷酒精、送催暗，并宣导防疫要点。367，进场，把你这口罩就是要互你挂。对。这边买东西比较不方便，而且独居老人可能走路也比较没有办法走这么远，所以呢就帮大家包一些物资，然后送过来。其实我是住这附近的，但是我比较没有注意到有这些活动，所以我能参加这个暑期工读，其实另外的看到我家乡的另外一个面貌。这边算是地处原台南市比较偏乡的地方，然后就是我们这些受了国家那么多资源挹注的大专生，就是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回馈社会，就是也让我们得到一些正向的成长，同时也能够对社会有更大的帮助。透过今天的机会，亲自送这些物资，然后来关心一下这些独居长辈们，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
伫这次发送的物资当中，除了有餐点以外，嘛会当看到真侪罐头、饼。理事长蔡登庆表示，这拢是结合各界的爱心赞助所来。很多慈善机构跟个人捐赠了很多物资，还有作为这些独居长辈他们的防疫食材。所以呢，我们利用今天请我们的防疫志工的小朋友呢，一起出来赠送这一些物资。那赠送物资的有陈永庆先生捐赠这个花生牛奶啦、八宝粥啦。那台中东区的林佳莹小姐他们团队有捐赠的饼干、泡面、面条、白米。那我们都在这一次呢来发放。那我们特别发放了牙膏跟肥皂来让他们做，跟口罩呢是让他们做防疫袋，还有勤洗手，有一些肥皂可以洗手。理事长蔡登庆表示，罗里社区资源十分的贫困，这次结合各界捐赠的物资，用来照顾这群弱势长辈，让长辈会当更加安心。所以爱特别感谢善心人士陈永庆先生、林家芬小姐以及海军陆战队分家兰联盟等团体的帮忙，同时嘛要感谢这4位学生的奉献和服务。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大同中央酒店长期做公益，今年甲德兰科技中心合作，用募款方式帮助因的团队执行偏乡早疗等社会服务。疫情期间，民众会当购买饭店的防疫套餐，一地捐30块来响应做爱心。大同中央酒店周3公益日活动自1月起跑以来，受到各界支持，但因为5月疫情升温，配合全国一地的防疫卡步，饭店落实防疫政策，暂停餐厅内容服务，也互公益捐款活动因此而暂停，无法度完成公益募款的目标。为了继续支持德兰科技中心帮助偏乡新疆朋友的伟大服务理念，大同中央酒店决定发起公益绵延不间断。民众只要来外杂防疫安心合菜组合，就会当响应捐款30块，并享有7折优惠。防疫期间，那针对弱势团体，很少人去照顾到他们。但是因为台糖长安酒店希望尽到企业社会责任，总是会是念之在之的，会想到这些的弱势团体。虽然在防疫期间大家都在用餐的外带，但是台糖长安酒店从今年的1月份到6月份，跟德兰合作。跟对这个所谓做餐公益活动，但因为6月30号也截止，当然碰到这个疫情，那我们还是不忘了这些的德兰这些小白花哦。那我们希望就说借由这一次的虽然告一段落，但是我们还是继续为了这个所谓德兰这个小白花这个关怀他们，然后我们利用这个外带外带的部分来以上捐30块钱，然后我们来这里面有几个像。我们有那个活力4人餐、甜蜜2人餐等等这些，我们也是尽到就是说这个公益活动不间断。民众对着会当透过外杂餐点做公益方式，拢表达肯定，同时嘛表示美味的菜色、优惠的介绍，更是让人惊喜。菜色的话 ，OK 啊，很好，都很新鲜。那价格一般的消费，所以这个疫情我都会当加食足侪间无同款的饭店的好食料理。都很新鲜，又很卫生，服务都非常好。大同中央酒店总经理郑东坡表示，酒店长期秉持处治社会、用治社会，以善尽社会企业责任为使命，全体同仁一直关怀社会弱势。透过周3公益日活动，累计协助总共22个公益团体成果丰硕。未来也希望更多人透过大同中央酒店这个平台，来关怀社会中需要被帮忙的一群人。唤起民众对着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关心和重视。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其实大家拢知影，食剩的物件爱回收当作资源，毋过若进一步用回收桶来做有机肥，恐惊就无遐尼骨力。毋过为伫客家光华社区，伫总干事的推送已经超过10档，相当难能可贵。特别现在疫情期间，大家拢困伫厝，嘛厨余量加足济，所以借出来推广设立堆肥的观念。一般厝内剩的菜叶啊、水果皮，民众若无回收，其实真拍算。亲像光华社区，就一点一滴放伫回收桶，然后独有3个月左右，就变成天然的有机肥水。其实这款的做法，社区总干事对县市合并进前就开始推动，伫环保局的辅导设立堆肥站，一步一步落实，已经养成习惯。本来阮对这厨余堆肥，其实老实讲也没什么概念，也没什么概念。是因为即摆咱拢推动环保嘛，推动有机啦、无毒啦，少用这个化学肥料啦，少用这个除草剂嘛，我就的环保局，伊就来讲讲不再设个这个堆肥站啦，但主要是要有空间，空间。因为乡下古早乡下拢做做迄种低调，猪舍嘛，猪舍很多，即摆差不多拢废弃啊，弄废弃啊，不要人满意啊，所以我们就稍微把它整修一下，然后整理一下，然后我再做几个架子，然后环保局摕一寡桶来，因为平时阮都拢有咧做了对啦，所以几乎是没什么阻力啦。就因为设立堆肥站发酵过程难免有臭味，伫市区恐惊较无法度。毋过伫客家庄卡，阁是利用废弃的低调，甚至已经推广到家家户户，坚持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结果，嘛，互一丛一丛的果树生甲果肥个用。感想就是讲，它的肥料的确是好用，因为这种植拢阮太太咧种植，伊感觉讲这肥料真正是很好用，比化学肥料还要好，对了，尤其那个易肥，那生产蔬菜型，那每个礼拜吧，差不多每个礼拜稀释浇一次，它的菜就比那个化学肥料的菜还好吃。曾经核选全国特有志工的总干事对科技大学教职退休以后，就到伫社区营造，除了堆肥有成，嘛将光华打造成模范社区。台南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我在天气如何？下面做回来关心。我在是这份天气，温度27度到33度，落雨9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7月6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